每個月拎200萬零用錢，要花1750年先可以使晒老豆啲遺產。呢個唔係霸道總裁小說，係香港船王許世芬為佢個仔許晉亨設下嘅金融枷鎖。許世芬呢世人有幾勁？佢將家族資產做到420億，但佢人生最放唔低嘅，可能就係佢個仔許晉亨。呢位公子嘅情史比 TVB 嘅劇情仲狗血，撇劉嘉玲、娶何超瓊，最後娶埋李嘉欣，日日上頭版熱搜。老爺子試過晒所有方法，剪信用卡、安排聯婚，甚至叫佢入公司學管理。結果呢，許晉亨連財務報表都睇唔明，開會只係關心晚餐食咩。最慘嘅係原定嘅接班人長仔許晉幹突然病逝，許家唯一嘅希望冧咗。97歲嘅許世芬臨終前放咗招終極大招，將420億全數塞入家族信託。個仔每個月拎200萬，想喐啲本金門都冇啊！呢招簡直絕啊！既可以防止個仔敗家，又可以防埋新抱分產，連債務嘅糾紛都隔離埋。你睇，真正嘅豪門傳承唔係俾錢，而係俾規矩。愛唔係溺愛，係俾你長大。財富唔係抬我，係責任。如果你老豆留翻400億俾你，你會揀一次過攞晒，定係按月領零用錢？留言話我知。